Hi， 我係 Minnie。好多人咧平時都習慣用手機嚟到做交易，但係如果你要經常睇盤分析走勢，其實用 WebTrade 咧會方便好多。今集咧就同大家快速認識一下極致金業嘅 WebTrade。如果你仲未有賬戶，首先去到首頁之後咧，可以直接註冊。你可以選擇用手機號碼註冊，亦都可以用電郵註冊。填好相關資料之後咧，就可以完成開戶同埋登入平台。登入之後咧，就會入到去 WebTrade 嘅交易界面。首先咧，見到嘅就係上面嘅產品區域，喺呢度咧可以快速切換唔同嘅交易產品，例如現貨黃金、現貨白銀同埋美元指數都可以即時睇到最新嘅行情，唔使咁來回去切換頁面，都可以留意到唔同市場嘅走勢變化。左手邊就係主要嘅功能區，包括交易、賬戶、資金記錄等等嘅功能。如果想睇賬戶資料或者係資金記錄，都可以喺呢一度快速揾得到。之後咧就翻到去交易頁面，整個 WebTrade 最核心嘅部分就係中間呢個圖表區。呢一度咧可以自由切換唔同嘅時間週期，例如1分鐘、5分鐘、15分鐘、30分鐘、1小時、4小時、日 K 等等，都可以即時切換。無論咧你係做短線嘅交易，定係習慣睇波段，都可以按照自己嘅習慣嚟到睇盤。如果你本身有用開 TradingView， 相信會好容易上手，因為成個圖表邏輯同操作方式都非常接近，無論睇盤分析定係標記行情，都會更加順手。另外，左手邊亦都內建咗唔少嘅常用繪圖工具，例如趨勢線、水平線、Fibonacci 同埋文字標記等等，方便大家分析行情嗰陣時直接畫圖同埋做記錄。今集先帶大家快速認識咗 WebTrade 嘅整體界面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